再来看今年这双十节宴会是伫咧南投举办，地点呢就选伫咧南投市的茂罗溪。即马县政府是预计伫咧16暗时会来试办宴会，有民众是感觉真期待。不过嘛有人烦恼这交通可能会拍架，所以希望县政府会当好好啊规划。2025双十国庆宴会伫南投，选定马路溪边的道济禅寺做即届试办宴会地点，嘛已经放高空家规咧宣传。官府拍算9月16暗时8点会先试办宴会，试办超过300粒，时间大约3分钟到5分钟，来靠近观礼台以及山顶观赏点的视觉。有民众感觉真期待，嘛有人烦恼交通会拍架。唔知有其他的所在会使去无？因为迄天一定人足侪，车嘛唔知要放搭。交通的问题，我是希望讲咱县政府会使做一个真好的宣导，要入场嘛真好入场，啊要结束的时阵，大家要倒去厝嘛会使真平安。南投县政府表示，初步规划伫咧南投市液景大学、南投往来产业园区这所在设观赏点，并且伫草屯民间南投市设专运接送站。到时会调超过200台游览车来接送。烟火9月16日释放的这一天，还有10月10日哦，伫咱会展中心附近哦，拢会交通管制。咱县府甲南投市公所有选定2个高处观赏点，底下咱嘛有规划相关的市集、个小舞台。南投县府指出，16暗试办宴会迄天嘛会实施交通管制，会禁止人甲车入去管制区，请民众爱配合。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。